再来看国民党的调集委员建议即马立法院长韩国瑜已经同意讲，下班才要甲三读通过的选罢法、佮财委法送到行政院，要来防止民进党提出失宪。民进党团的总调瓜建面是批评讲，韩国瑜这款做法是违宪又佮违法。国民党团今仔是强调讲，因为选罢法的修法还未完毕，嘛因为党内针对这三大法案做伙上总统府公告有疑虑，所以才会要求立法院下班才公布。柯总召真的是老横颠了哈！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书明批评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要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因为韩国瑜在国民党调委的建议之下，将完甲三读通过选罢法、财委法送去行政院。林书明讲，党团内部对三大法案做伙送去总统府公告有疑虑。提复议大概有15天，我们要做一个审查跟表决哈，总共有25天的一个空窗期，请立法院慢一点送到我们总统府来公布呢。我想这部分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议事规则。那也烦恼行政院若对宪诉法提复议，财委法甲选罢法申请释宪，那安尼这两个法可能下用旧的宪诉法，去互暂时处分，进一步冻结，所以那也大声出手。就下午这样才要谈，韩国瑜是受制于傅文琪嘛，傅文琪叫他不能送，他就不敢送，所以我们干脆来罢免韩国瑜，让傅文琪来当立法院长，这样还比较实至名归吧。包括行政院的副秘书长、还有主计长以及财政部长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只是发言人自己的忧心，并不是行政院的立场。行政院的发言人可以用自己的忧心来随便捏造政府要重编预算的这样的谣言。针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财委法可能影响到明年度总预算需要定编，不过却由主计总处甲财政部否认。在野党立委批评讲，伊无下任，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应该爱换发言人，而且强调讲，若唔换人，会甲行政院人事相关的预算抬掉。记者综合报道。